那讲到美人鱼，真侪人拢会先去想到电影或者是故事的角色。不过，这其实嘛是一种伫水底运动哦。无分年岁甲性别拢会当做。这几年伫咧台湾嘛，豆豆兴起来。暗时7点半，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做伙对镜头来欣赏这美人鱼。心愿之灯为我们带来美人鱼公主的成年舞会之祝福。他们慢慢的游。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结合美人鱼表演的团队，透过水底剧场讲故事，传达减少用塑胶的理念。人鱼真活跳的表演，互现场的囡仔兄、囡仔姐，大家是看甲眼唔硬。海科馆4年来美人鱼的表演，请济济人订，互环保教育更较趣味，更较活近生活。那我们是运用就是小朋友他对于美人鱼王国的好奇心，来发展结合这个美人鱼的跟减速的议题的剧场。要慢慢的挥手，知道吗？好，膝盖拉长，手多一点，然后再慢慢不够慢。为思考到实际行动，有愈来愈侪人投入美人鱼的学习。若想要伫咧水底优雅自在安尼游，毋但需要想象，更较重要的是一届搁一届的练习，才会当实现像动画同款故事的情景。他们把优雅美好的形象呈现在今天的表演当中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梦想跟动力。他们会知道说，他们游得越来越像鱼，而且他们从过程中间，他们有一天会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我真的是美人鱼哦。”演过大家拢都是讲，美人鱼敢若有女性，不过即马无分老人囡仔、查甫查某，拢会当参与这个运动。有的人感觉是实现梦想，有的人是去伫舞台顶展现无共人鱼的风采。我的学生即马的年纪啊，有20几岁，甲50岁，嘛有60岁。就是讲，你若有梦啊，你就会使来，不管你是查某的还是查某的，拢会使。就小时候有看过花莲海洋公园的美人鱼表演，也有男生，然后觉得很帅。然后男生的表演者很少，但就把它当做一个练习的目标。为环保教育，囡仔的梦想，到大人挑战自我甲实现。这个美人鱼的风潮伫台湾豆豆兴起来，因为伊毋但是表演，是互更较侪人看到勇气甲自由，也阁有更较侪追求梦想的可能性。记者洪条生5一收综合报道。